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約伯記第3章第1節至26節，主題係約伯詛咒自己的生日。作者喺約伯記第3章記載，約伯喺痛苦中終於開口，但就咒詛自己嘅生日。約伯希望自己從未出世，希望喺日曆裏面冇咗自己出世嘅嗰一日。約伯哀嘆自己點解唔喺出世時就死咗，咁佢就可以安靜地躺喺墳墓裏面，同世上嘅君王同埋偉人一同安息，而唔需要經歷而家嘅痛苦。約伯覺得死咗嘅人比活着嘅人更幸福。約伯抱怨活着只會帶嚟勞苦同埋煩惱，認為生命對受苦嘅人嚟講係毫無意義嘅，好似塵土一樣。約伯質疑點解上主會使到痛苦嘅人繼續活着，卻唔俾佢哋早日解脫。約伯渴望死亡，感到內心充滿恐懼同埋絕望，對生活失去希望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約伯記第3章記載，約伯覺得死咗嘅人比活着嘅人更幸福，認為生命對受苦嘅人嚟講係毫無意義嘅。咁當你陷入極大痛苦嘅時候，你會唔會懷疑生命嘅價值，抑或會去尋求從上主而嚟嘅答案同埋安慰呢？